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权的恶行令人发指。土耳其一个律师团4日就站出来，替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向伊斯坦布尔检察长办公室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共112名中共官员提起刑事诉讼。土耳其东突厥惨案律师团本月4日带着10多名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布尔司法宫前广场召开记者会，声明要替包括几位土耳其公民在内的19名委托人向伊斯坦布尔检察长办公室请求告状中国政府。5个核武大国1月3日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战争的联合声明。次日，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相关消息，特别强调中方在其中发挥的推动作用。外交部军控司司长4日在推进一步，呼吁美俄2个核武大国缩减各自的核武库，但海外媒体特别注意到，他在媒体吹风会上也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本国核武器现代化努力。德国的维吾尔人呼吁抵制在中国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号召，数百人在首都柏林历史悠久的勃兰登堡门前游行，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抗议者随后向德国外交部游行，抗议者高呼维吾尔人自由、停止种族灭绝和关闭集中营等口号。巴勒斯坦财政部宣布，由于该国经济问题，12月份的公务员工资再次被低估。该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公务员和军人12月份的工资未能全额支付。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已经开设了约30家门市。然而，在美中2国就维吾尔人涉及强迫劳动一事进行争辩之际，特斯拉在乌鲁木齐的一间新店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强烈批评特斯拉开设东突厥散门市的行为。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21年搭乘小船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非法移民总数超过2.8万人，创历史新高。报道说，2021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高峰在11月，光是11月11日就有1185人踏上英国土地，创下单日历史新高。据中国媒体报道，位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的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部培训基地项目在建工地发生山体滑坡，造成施工人员被困。据报道，共有17人被困，其中14人死亡，3人受伤。